马上脚力，是力量与马技的较量，充分表现了马背上民族的剽悍。柯尔克孜人的马上脚力分男子、女子、老年、少年等不同类型，甚至还有老太太马上脚力。两位拖着银灰发辫的老太太，竞赛双方在相距100米处相对策马而来，互相致礼问候后，扬鞭催马背道而驰。待勒转马头相对时，两马同时冲上前去，骑手相互看准对方的手，猛拉起来兜圈，各向自己一边猛拉，力图将对手擒拿或拉下马。双方在兜圈中伺机进攻，在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中取胜，有时扭成一团，长时间斗智斗勇，将对方拉下马的为胜。若双方同时滚下马背，则起身拥抱握手。看到此处，你在开怀大笑的同时，是否也能从中体会到马纳斯中流露出的柯尔克孜人的血性刚毅？在盖兹村，我们还碰到了当地牧民举行娱乐活动，妇女们盛装打扮，拿出了家传的古老的柯尔克孜服饰打扮自己，服饰雍容华贵，绚丽多彩。从这些服饰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柯尔克孜族深厚的历史文化。柯尔克孜民间游戏活动有很多，与我们儿童时代玩耍的游戏相似，如老鹰叼小鸡儿、丢手绢等，但他们却是大人的游戏。看着他们玩得那样开心，我们想，柯尔克孜族不仅是一个强悍的民族，也是一个淳朴童真的民族。这是一种年轻人用对歌的方式挑选意中人的游戏，男女分成2排，首先由男方唱着歌走向前，给对面的女孩赠送信物，如果女孩有意，也会唱着歌把信物送回男青年的手中。这种浪漫的求爱方式与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共同之处，但柯尔克孜人自有他们独特的意蕴和情调。如同所有的草原民族一样，歌和马是柯尔克孜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。柯尔克孜妇女弹奏的这种乐器叫库姆子，是一种口弦，是柯尔克孜族喜爱的乐器之一。